你每日解鎖手機嗰一刻，指尖碰到嘅唔係一塊普通玻璃，而係一整套人類工業極限嘅結晶，由沙粒到晶片，由潔淨室到月球基地，一粒灰塵已經可以毀掉價值幾萬美元嘅晶圓。一粒晶片亦可能決定未來邊個可以率先登上月球。晶片嘅故事並唔係由工廠開始，而係由一粒好普通嘅沙開始。只不過呢度講嘅普通，同我哋喺海邊見到嘅沙完全唔同。晶片需要嘅原料喺二氧化硅含量極高嘅石英砂。呢種高純石英砂只集中喺全球少數地區，佢睇落唔起眼，卻係現代電子工業嘅起點。冇咗佢就冇硅片，冇硅片就冇今日嘅手機、電腦、汽車控制系統、人工智能伺服器。開採出嚟嘅石英砂首先要進入高溫爐，同碳一齊喺超過2000攝氏度嘅環境下反應，氧會被抽走，硅會被留下。呢一步得到嘅係工業硅，純度大約只有98%左右，聽落已經好乾淨，但係距離晶片標準仲差好遠。晶片製造最殘酷嘅地方就係佢幾乎完全唔可以容忍雜質。普通黃金做到99.99%純度已經足以令人覺得昂貴，但晶片級硅材料要追求嘅係10個9甚至11個9嘅純度，亦即係數十億個原子入邊只能夠混入極少數唔應該出現嘅原子。為咗達到呢種級別，粗硅要經過複雜化學反應，先被轉化成含硅氣體，再被重新分解，令高純硅一啲一啲沉積出嚟。呢套工藝經常被稱為西門子法，佢嘅本質就係將一塊並唔完美嘅材料拆開、清洗、重組，再令佢以更加純淨嘅狀態翻嚟。但多晶硅仲未可以直接製造最先進嘅晶片，因為晶片需要嘅係單晶硅。所謂單晶唔係簡單一塊硅，而係成塊材料內部嘅原子都要按照同一種晶格方向排列。呢件事聽落好似自然界嘅奇蹟，其實背後係極端穩定嘅工業控制。工程師會將高純多晶硅放入石英間爵，加熱到1400攝氏度以上，令佢變成一池熔融硅液，然後用一粒極細嘅晶種觸碰液面，晶種慢慢旋轉，亦慢慢向上拉起，硅原子就會順住晶種嘅排列方式繼續生長。呢個過程唔可以急，拉得太快，晶體就會產生缺陷，溫度唔穩，晶格就會被破壞，轉速稍為有問題，直徑就會失控。一條單晶硅棒嘅誕生，唔係將材料倒入模具咁簡單，而係令一整條晶體由液體入邊慢慢生長出嚟，最終形成嘅硅棒直徑通常可以達到300毫米，重量可以超過100公斤。佢睇落似一條金屬圓柱，但係內部卻係高度有序嘅晶體世界。每一個原子都喺自己嘅位置上，共同組成未來晶片嘅地基。呢一步一旦失敗，後面所有工序都唔使再講。接落嚟，硅棒會被切成一片片薄薄嘅圓片，呢個就係晶圓。切割用嘅係鑲有金剛石粒粒嘅線鋸，因為硅雖然脆，但非常硬，線鋸必須以極高精度切開硅棒，仲要盡量減少材料損耗同表面損傷。啱啱切出嚟嘅晶圓表面並唔完美，佢有切割痕跡，有微細起伏，亦有肉眼睇唔到嘅損傷層。如果直接攞去做晶片，後面嘅結構就會全部跌歪。所以晶圓必須經過研磨、清洗、蝕刻，再進行化學機械拋光。拋光之後嘅晶圓表面要接近原子級平整。如果將一片晶圓放大到足球場咁大，上面最高嘅起伏可能都只係非常薄嘅一層。呢種平整唔係為咗好睇，而係為咗令後面嘅電腦圖案可以一層一層精準疊上去。晶圓完成之後，佢要被裝入密封容器，進入真正嘅晶片工廠，亦即係晶圓廠。由呢一刻開始，人類最精密嘅製造過程先啱啱展開。因為接落嚟要做嘅事唔係喺硅片上刻一條線，而係喺上面建一座肉眼睇唔見嘅微型城市。晶圓廠最重要嘅環境叫潔淨室，呢度嘅空氣質量比普通房間乾淨得多。
普通睡房入邊漂浮住無數塵埃，但係先進晶圓廠入邊嘅空氣經過一層又一層過濾同嚴格控制，一粒肉眼睇唔見嘅微粒都有可能毀掉一粒晶片。工人進入潔淨室之前，必須着上全套無塵服，頭髮、皮屑、纖維、呼吸帶出嚟嘅微粒，全部都必須被隔離。因為喺晶片世界入邊，灰塵唔再係普通灰塵，而係一塊跌落城市中心嘅巨石，佢足以壓壞整片電路。喺呢種工廠入邊，晶圓好少由人手直接接觸，佢哋會被放入專門嘅密封盒，由天花板上嘅自動化軌道運送。機械人將晶圓送到唔同設備，塗膠、曝光、顯影、刻蝕、沉積、清洗、檢測，每一步都好似手術一樣精確。潔淨室入邊經常使用黃色燈光，因為晶圓表面會塗上光刻膠，呢種材料對特定波長嘅光非常敏感。普通白光可能會提早令佢曝光，一片價值極高嘅晶圓可能就喺唔合適嘅光線之下失去意義。真正嘅晶片製造並唔係一次成型，佢更加似起樓，先鋪一層，再刻出圖案，再洗走多餘部分，再沉積新材料，再繼續對準下一層。現代晶片可以有上百層結構，每一層都必須同下面嘅層精準重合。所以晶片製造嘅難點並唔只係將嘢做細，而係將極細嘅嘢反覆做啱。一片晶圓由進入工廠到完成，可能要經歷幾百道甚至上千道工序，耗時幾個月。中間任何一步出錯，最終結果都可能變成廢品。呢就係晶片工業最迷人嘅地方。佢睇落只係由沙變成硅片，但真正發生嘅係人類將自然界最普通嘅元素之一變成最純正、最平整，亦係最昂貴嘅工業舞台。而下一步就係喺呢片舞台上用光寫低電路。晶圓進入核心工序之後，首先要被推入氧化設備。喺高溫環境之中，表面會形成一層極薄嘅二氧化矽薄膜。呢層薄膜只有幾納米厚，卻承擔住隔離同埋保護作用。佢就好似微觀城市入邊嘅第一層地基，將後面無數晶體管嘅邊界分開。隨後，晶圓表面會被均勻塗上一層光刻膠，晶圓高速旋轉，液態光刻膠會被甩成一層極薄嘅膜，再經過烘烤，令佢牢牢黐附喺晶圓表面。由外面睇，呢一切好似好平靜，但真正決定先進晶片命運嘅設備，好快就要登場。佢叫 EUV 光刻機。EUV 係極紫外光嘅意思，波長只有13.5納米。呢束光短到普通鏡頭已經無能為力，亦短到空氣同玻璃都會大量吸收佢。所以成套光路必須喺接近真空嘅環境入面運行，唔可以用透鏡，只能夠靠一塊又一塊反射鏡傳遞光線。全球最先進嘅 EUV 光刻機由荷蘭 ASML 製造，入面嘅關鍵光學系統就離唔開德國蔡司。呢唔係一部普通機器，而係一整套由光源、激光、真空、鏡面、染模、運動平台、感應器、軟件控制共同組成嘅工業宇宙。EUV 光嘅產生方式非常特別，機器會將微小嘅石液滴高速射入真空腔體，激光先將石滴打成扁平形狀，再用更強嘅激光轟擊佢，令石瞬間變成高溫等離子體，溫度接近22萬度，大約係太陽表面嘅數十倍。喺呢一瞬間，石等離子體會釋放出13.5納米嘅極紫外光。呢束光之後會被收集、整理、反射，再穿過刻有電路圖案嘅染模板，圖案會被縮小，最終投射到晶圓表面嘅光刻膠上。光照到嘅地方，化學性質會發生變化，顯影液一沖，圖案就會留喺晶圓上。呢個過程聽落好似印刷，但係佢比印刷複雜太多，因為電路圖案嘅尺寸已經接近原子尺度，光源稍為有波動，鏡子稍為有變形，晶圓平台稍為有震動。
溫度稍為有變化，都會令圖案偏移，而偏移幾個納米就可能代表成粒晶片失效。EUV 光最麻煩嘅地方係佢幾乎會被任何嘢吸收，空氣會吸收佢，普通玻璃會吸收佢，好多材料亦會吸收佢，所以光冇辦法好似傳統相機咁穿過鏡頭成像，佢只能夠喺多層反射鏡之間一次又一次反彈。呢啲反射鏡嘅精度接近人類製造能力嘅天花板，鏡面必須光滑到難以想象，任何微小起伏都會令光線偏離。反射鏡仲要使用多層膜結構，先可以盡量反射 EUV 光。即使係咁，每反射一次，能量仍然會大量損失，由光源到晶圓。EUV 光要經過多次反射，最終抵達晶圓嗰陣，只剩低好細一部分。呢亦係點解光源功率咁重要。機器唔係冇光，而係大部分光都喺路上被食走。為咗令每一片晶圓完成曝光，成套系統必須喺極短時間內保持驚人穩定。光刻之後，晶圓進入顯影，再進入刻蝕。刻蝕就好似將圖案真正丟入材料入邊，反應氣體被激發成等離子體，帶住能量轟擊晶圓表面。冇光刻膠保護嘅區域會被剝離，被保護嘅地方會留下，圖案就由臨時嘅膠層轉移到真正嘅材料層。刻蝕完成之後，光刻膠會被去除，晶圓再進入下一輪工序。有時要沉積絕緣材料，有時要沉積金屬，有時要進行離子注入，亦即係親襲。所謂親襲就係將硼、磷、砷等特定原子打入矽晶體，改變局部區域嘅導電性能。矽本身好特別，佢既唔係純粹導體，亦唔係純粹絕緣體，佢係一種半導體。工程師透過氰集可以喺矽入面製造出電子較多嘅區域，亦可以製造出電子較少嘅區域，再配合集極控制，就可以令電流喺開同關之間切換。呢個開關就係晶體管。一粒現代晶片入邊可能有數百億甚至上千億個晶體管，每一個晶體管都好似一扇微型閘門，佢哋以難以想象嘅速度打開關閉，組合成計算、儲存、圖像處理、通訊、人工智能推理。但係晶體管只係第一步，單一個開關冇意義，佢哋必須被連接起嚟。於是晶圓上方開始堆疊一層又一層金屬互連，銅線或者其他材料，好似城市道路咁穿梭喺唔同層之間，將數百億個開關接成一個可以運作嘅系統。呢座微觀城市可以疊出10幾層金屬線，每一層都要沉積、光刻、刻蝕、拋光，再繼續向上。如果下面某一層唔平，上面嘅結構就會越嚟越歪，最後成座城市都可能倒塌。所以化學機械拋光要反覆出現，將每一層重新磨平。晶片製造最殘酷嘅事實係，佢唔係做一次成功就可以，而係喺同一片晶圓上同時製造數百粒晶片，每一粒都要經歷相同嘅工序，但每一粒又可能因為微小差異表現完全唔同。晶圓邊緣、中心、溫度、粒粒、材料厚度都會影響最終良率。當幾個月工序完成之後，晶圓表面已經佈滿密密麻麻嘅晶片螺片，但係佢哋仲未可以直接切開。首先要測試一塊帶有大量微型探針嘅探針卡，會壓到晶圓上，向每粒晶片輸入電信號，檢查電路係咪按照預期反應。測試結果會生成一張地圖，合格嘅晶片會被記錄，失敗嘅晶片會被標記。有啲晶圓睇落完整，但其中一部分已經注定報廢。先進製程越困難，良率就越關鍵。同樣一片晶圓，如果合格晶片比例唔同，成本同利潤就會完全改寫。接住
晶圓會被切割成一粒粒獨立螺片，切割工具沿住預留劃道高速前進，將原本連埋一齊嘅微觀城市分開。合格螺片會被機械臂取走，廢品就會被淘汰。呢一步之後，晶片終於由晶圓嘅一部分變成一粒獨立器件，但係螺片仍然非常脆弱，佢需要封裝。封裝唔係簡單包一層黑膠，而係將晶片同外部世界連接起嚟。低端晶片可能使用金屬線焊接，高性能晶片就經常使用倒裝焊。晶片會被翻轉，底部密密麻麻嘅焊點直接連接到基板，機板再將信號帶到更大嘅電路板，同時負責供電、散熱、機械支撐。高性能處理器仲要安裝金屬散熱蓋，有啲仲會使用更複雜嘅先進封裝，將多個晶片螺片放喺同一個封裝入邊，令佢哋好似一個整體咁運作。封裝完成之後，晶片仲要接受最後測試，高溫、低溫、長時間通電、電壓、壓力、信號完整性，每一項都喺淘汰潛在缺陷品。嗰啲性能最好嘅晶片會被分到高端型號，稍為弱一啲嘅可能降頻出售，同一片晶圓上嘅孩子，最後亦會有唔同命運。每一粒出廠晶片仲會被打上編碼，追溯到佢來自邊一片晶圓、邊一個批次、邊一條產線、邊一個封裝測試流程。呢唔係形式，而係工業責任鏈。因為現代晶片一旦進入汽車、伺服器、醫療設備、衛星，任何問題都可能引發連鎖後果。由沙粒到封裝，呢條路線好似一條睇唔見嘅長河，佢跨越礦山、化工、精密機械、光學、材料學、自動化、軟件、電力、潔淨工程、供應鏈管理，冇任何一個國家可以輕鬆獨自完成所有環節。呢亦係點解晶片被稱為現代工業皇冠上嘅明珠。佢唔係單一技術，而係一整套文明協作能力。一塊細細嘅晶片背後，企住成千上萬間公司、無數工程師、幾十年試錯，以及全球範圍內最精密嘅分工體系。晶片嘅意義唔只係令手機變得更快，佢真正改變嘅係人類控制複雜系統嘅能力。今日嘅汽車、飛機、通訊衛星、人工智能伺服器、醫療設備、導彈防禦系統、深空探測器，全部都離唔開晶片。越係先進嘅機器，越似一座由晶片控制嘅移動城市。呢亦係點解晶片會成為大國競爭嘅核心。邊個可以製造最先進晶片，邊個就可以支撐更強嘅計算能力、更快嘅工業自動化、更可靠嘅軍事系統、更高效嘅能源管理，以及更加複雜嘅航天計劃。晶片睇落好細，但佢決定嘅係一個國家可以將系統做到幾複雜。呢種複雜性喺月球基地計劃入邊表現得最清楚。人類要重新返到月球，並唔係重複阿波羅時代嘅腳印。半個幾世紀之前，太空人登上月面，插旗、採樣、留下腳印，再返回地球。嗰係一場偉大嘅抵達，但唔係長期居住。而家嘅月球計劃目標已經變咗。美國 NASA 喺2026年公布嘅月球基地路線，強調嘅係持續存在，唔係睇一眼就走。佢要先用無人任務探路，再用月球車建立移動能力，再令太空人短期停留，最後逐步發展成可以支持長期活動嘅月面基礎設施。第一批登月任務並唔係先送人，而係先送機器。NASA 計劃使用商業着陸器，將科學儀器同測試設備送往月球南極附近。其中 Blue Origin 嘅 Blue Moon Mark 1 Endurance 着陸器被安排執行 Moon Base I 任務，目標係不早於2026年秋季發射。呢類任務嘅目的唔係一開始就起屋，而係先回答最基本嘅問題：着陸器引擎噴流會點樣吹起月塵？月面地形可唔可以承受設備？通訊定位係咪可靠？
邊啲區域適合未來着陸，邊啲區域接近水冰資源，邊啲地方可以連續獲得太陽能。月球南極之所以重要，係因為嗰度可能存在水冰。水冰唔係簡單嘅飲用水，佢可以分解出氧氣，亦可以分解出氫，進一步用於生命支持、燃料製造，甚至為深空任務提供補給。如果水冰資源可以被利用，月球就唔再只係終點，而可能變成前往火星嘅中轉站。南極仲有一啲特殊地形，有啲山脊長期受到陽光照射，適合佈置太陽能發電系統；有啲隕石坑底部就長期處於陰影入邊，溫度極低，可能保存咗古老水冰。呢種環境令月球南極變得極有價值，亦令佢成為各國同商業公司共同關注嘅區域。但係月球唔會因為有資源就變得溫柔，佢依然係一個極端危險嘅世界。白天溫度可以超過100攝氏度，夜晚又會跌到零下100幾度。一個月夜接近地球14日，冇大氣，冇磁場保護，輻射會直接打到地表。月塵同樣危險，佢唔似地球上嘅塵土咁會被風雨打磨，而係鋒利、乾燥、帶靜電，可以鑽入機械縫隙，磨損密封件，覆蓋太陽能板，甚至被吸入人體。對長期居住嚟講，月塵唔係小麻煩，而係必須系統解決嘅工程敵人。真正決定生死嘅始終係電力。喺月球上，空氣循環、溫度控制、通訊、水處理、科學設備、導航定位、艙外活動支持，全部都依賴電力。一旦長夜入面斷電，人唔係唔舒服咁簡單，而係會好快失去生存條件。所以 NASA 會研究月面電網、太陽能系統、儲能設備以及未來可能部署嘅小型核裂變電源核能嘅意義，唔係為咗炫耀技術，而係為咗喺長夜同陰影區提供穩定能源。如果要長期駐留，人類必須有唔依賴陽光嘅電力底牌。月球車亦係關鍵。阿波羅時代嘅月球車活動範圍有限，任務結束之後就被留喺月面。而家新一代月球車要同時支持有人駕駛、無人駕駛、遠程遙控、自主巡邏、設備搬運、科學採樣，甚至喺太空人到來之前先替人類熟悉環境。NASA 已經選擇 Astrolab 同 Lunar Outpost 等公司發展早期月球地形車能力。呢啲車輛唔只係交通工具，更加似月面基地嘅移動前哨。佢哋要將着陸點、居住區、採礦區、發電區、實驗區連接起嚟，令基地唔再只係一個孤立艙體。未來嘅月球基地大概率唔會係科幻電影入邊嘅玻璃穹頂城市，佢更加可能係分布式系統。居住艙放喺較安全區域，發電設施放喺光照條件好嘅地方，核電設備遠離人員活動區，採礦點深入陰影坑附近，通訊中計部喺高處，科學儀器分散喺唔同地形。換句話講，月球基地唔係一棟建築，而係一張網絡。要令呢張網絡運轉，就需要大量晶片。着陸器需要晶片控制姿態，月球車需要晶片導航，通訊系統需要晶片處理信號，生命支持系統需要晶片監測空氣同水，機械人需要晶片識別地形，電網需要晶片調配能量。呢個就係晶片同月球之間嘅聯繫，睇似一個喺手機入邊，一個喺天上。實際上佢哋屬於同一條工業鏈，冇先進計算就冇自主着陸，冇感應器晶片就冇人巡邏，冇高可靠電子系統就冇深空通訊同生命支持，冇強大製造能力就冇長期月面存在。但 NASA 嘅計劃亦唔係冇風險。Artemis 任務已經多次調整，火箭、飛船、商業着陸器、太空衣、預算、政治周期，每一項都可能拖慢進度。航天計劃最怕嘅唔係一個難題，
而係成百上千個難題同時出現，任何一個環節延誤都會影響成個路線圖。更加複雜嘅係，今次重返月球唔再係美國同蘇聯嘅二人競賽，中國、印度、歐洲、日本、韓國以及大量私人公司都喺度進入月球賽道，大家關注嘅區域又高度集中喺月球南極，因為嗰度同時關係到陽光、水冰、通訊、着陸安全以及未來資源利用，呢樣令月球重新具備戰略意義。過去人類登月更多係政治象徵，今日人類重返月球就包含科學、資源、商業、技術驗證、軍事延伸以及火星跳板。佢唔再只係一次遠征，而係一次地外秩序嘅提前佈局。問題係月球經濟到底可唔可以成立，仍然未有明確答案。邊個會為月面運輸長期付費？水冰開採成本係咪可控？月球製造有冇市場？商業着陸器可唔可以穩定盈利？私人資本會唔會喺熱潮之後退場？呢啲全部都仲係未知數。NASA 推動商業公司參與，本質上係喺度釋放需求信號。如果政府先購買服務，公司先有理由投資技術。如果公司願意承擔部分風險，政府成本可能下降。但呢套模式可唔可以喺月球長期運行，仲需要時間驗證。真正深刻嘅地方唔在於月球基地有幾宏大，而在於人類正在改變探索方式。過去係國家集中力量完成一次壯舉，而家係政府、企業、大學、國際夥伴、供應鏈、資本市場共同搭建一個持續系統。呢個更加接近現代晶片產業，亦更加接近未來航天嘅真實形態。由晶片到月球，我哋見到嘅係同一種能力，將不可能拆成無數個可以解決嘅細問題，再用幾十年時間反覆逼近答案。最初冇人相信可以將上千億個開關猜入一粒晶片，亦冇人確定人類可以喺月球長期生活。但係工業文明就係咁樣向前推進。每一次你解鎖手機，背後都係一片晶圓經歷幾個月工序之後嘅結果。每一次火箭飛向月球，背後都係無數晶片喺高溫、輻射、震動、真空環境入邊同時工作。掌心入邊嘅晶片同天空中嘅月球基地，其實都喺回答同一個問題：人類可唔可以將極細嘅嘢做到極致，再用呢啲極細嘅嘢去支撐極大嘅夢想？晶片令計算進入原子尺度，月球基地令生存走出地球邊界。一個向內深入，一個向外擴張，共同組成咗呢個時代最重要嘅方向。也許未來某一日，月球南極真係會出現長期有人活動嘅基地，嗰度會有電網、月球車、通訊塔、機械人、居住艙、科學實驗室，亦會有由地球運過去嘅無數晶片。佢哋沉默咁工作，控制溫度、調度能源、處理數據、保護人嘅生命。到嗰陣，我哋再回頭睇今日嘅手機晶片，佢就唔只係消費電子入邊嘅零件，而係一條通往未來嘅路。由沙粒到晶圓，由晶圓到晶片，由晶片到機械人，由機械人到月球基地。人類嘅下一步，好多時就藏喺呢啲睇唔見嘅細節入邊。真正決定未來嘅唔係一句口號，亦唔係一次發布會，而係邊個可以將最污糟嘅沙變成最純嘅硅，將最微弱嘅一束光控制到納米級精度，將最危險嘅月面一點一點改造成可以生存嘅地方。呢就係現代工業最震撼嘅地方。佢唔靠奇蹟突然發生，而係靠長期積累，靠重複驗證，靠失敗之後繼續修正，靠無數人將其他人話唔可能嘅事一點一點做成現實。所以當我哋談論晶片，其實係喺談論一種文明能力；當我哋談論月球基地，亦係喺談論同一種能力，可唔可以喺極限環境入邊保持精確？可唔可以喺巨大不確定之中建立系統？可唔可以將短暫探索
變成長期存在。未來唔會因為某一粒晶片自動到嚟，月球基地亦唔會因為一張路線圖自然建成。但係如果人類仲可以繼續前進，嗰條路好可能就係咁樣開始，由一粒沙到一束光，到一粒晶片，再到一座遠在月球南極嘅基地。每集都有乾貨，聽月叔講幾句，學到嘢多幾分。以上就係呢期嘅全部內容，多謝你嘅收睇，我哋下期再見。